基比病院骨科部主治医师苏玉忠表示，拇指基底关节炎是常看的退化性关节的疾病，主要影响着拇指甲腕骨之间的关节。病人常常因为痛痛、甲着功能受限，而影响着日常的生活。传统的治疗有消炎止痛、复健，甲着局部的注射甲手术。过去的手术会以着切骨合并韧带的重建。现在有一种悬吊带的悬吊手术，会用来避免取用主体的韧带。悬吊术的话呢，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，就是骨关节炎是在拇指基底。那我们把发炎的坏掉的骨头拿掉之后，它变成不稳定嘛，变成一个空腔。那空腔我们不希望它下沉卡住关节，我们希望看起来不变形，看起来比较好，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悬吊带，从第一掌骨跟第二掌骨，就像一个吊桥一样，把这个悬空的掌骨拖吊起来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基本上是合成物，所以就不需要拿自己的韧带。那在差不多10几年前、20年前术式的时候，我们会拿自体的韧带来去做移植。那自体韧带的话，当然最大好处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嘛，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再额外花钱去处理这个事情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就是那个自体的东西不会去排斥，然后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你自己拿了什么韧带，那个地方功能就消失了嘛，然后也会疼痛，术式也比较高，术式范围也比较大。亲像这名65岁江女士，因为多年来一直受到拇指基底关节炎的痛苦，伫咧食药注射拢无效，经过诊所转到大病院来手术，才摆脱多年的病痛。痛了就是到我们那里的就地的诊所去拿药，止痛药，打止痛针之后一直都没有好转所以那个诊所的那个医生说，要不然我就给你转诊到大医院去开刀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他就给我转到那个苏医生这边，他说他的权威是开那个手指头的，我说好开下来就是很快就恢复了，又不痛了，真的很好啦。医师表示，这种悬吊带悬吊的手术，不但手术的时间短，而且手术后的恢复嘛较紧，同时还可用来避免传统韧带的重建，因为取用主体的韧带，引发部位的无适应，甲着无力的感觉，同时手术后的复健，初期以着恢复关节的活动度，然后搁再加强相关肌肉的强化，互手的抓握力会用来恢复到日常的功能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